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可能我和阿田心有灵犀吧。刘总，打工人是要赚钱养家的，还要攒钱养老，我没精力陪你玩。如果你觉得太闲，可以找唐特助，他一定有办法，让你特别充实。我今天把唐特助安排的特别充实，所以才有时间抽空来陪你。我刚才看你对着棉花糖拍了很久，应该是喜欢它，送给你。我其实是在拍棉花糖摊位后的神兽。我好像又理解错你的想法，弄巧成拙了。还挺甜的。这是我的道歉礼，既然你已经吃了，是不是就代表我们之前的误会一笔勾销了？一个棉花糖就想敷衍了事，怎么可能？阿田，有一天 M 和 N 吵架，但是 M 道歉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 I'm sorry。无聊。从前呢，有一只小鸭子，它在排队，它特别想跟前面的鸭鸭对齐，可是不管怎么样，它都对不起。于是它就嘀嘀咕咕地说：“对不起呀，对不起呀，对不起呀。”阿田，我知道，我不应该拿相亲来刺激你，但我向你保证，我喜欢你是真的，只不过经验不足，策略有误。你愿意相信我吗？我今天是来工作采风的，这些事儿不想谈。那今天就不谈。阿田，你饿不饿？我带你吃好吃的。他是地控？不，这不可能。怎么我每次都能碰见他？哥，你怎么没说田助理也在啊？他在不是很正常吗？你也没说谢谢要来啊。都饿了吧？想吃什么随便点。田助理，你这是松茸配茄子，拿松茸去配烤茄子吗？对啊，怎么了？你想吃啊？高档的食材必须要用最高档的烹饪手法。就比如说阿拉斯加的野生三文鱼，首选是做寿司，而不是去做烤鱼。其实啊，人也是一样的，同一个世界的人待在一起才最舒服。如果说背景不同，生活习惯不同，就算强行融入进来，也会显得不伦不类的。文小姐，配不配，不是你说了算，那得看茄子和松茸愿不愿意。好吃，融合的很有滋味。搭配的很新鲜，味道也很独特，我挺喜欢的，我觉得很配。这不同菜品，在不同品味人口中，自然不一样。倩倩，马上就是你生日了，想吃什么我请你。西来哥，往年我生日你都是千里迢迢给我寄礼物，今年我回来了，你一定要当面送给我。没问题，安排上。
谢谢来哥。刘总，我到了。谢谢你今天替我解围。我只是在陈述事实，不一样的独特搭配，也很配，不是吗？那刘总，明天见。阿田，我之前问你的问题，你还没有回答我，你相信我是真心的吗？在遇到你之前，我觉得自己还挺有语言天赋的，但是和你却总是有沟通障碍。我现在脑子有点乱，你给我点时间，让我认真考虑一下。考虑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的关系即将进入试用。这个沙雕霸总，也有蛮可爱的一面嘛。